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嗱，其實大家咧舊時就好興用洗衣粉洗衫噶啦，但係近年咧大家都會用洗衣珠洗衫嘅，因為方便啊嘛。咁其實我有個推介俾大家，就係呢隻浩傑斯嘅 S18原水洗衣珠。佢有咩好處咧？嗱，除咗佢係100%嘅香港製造品牌之外咧，佢仲咧平時好多咧平時洗衣珠咧會有啲熒光劑啊、漂白劑同埋化學劑噶嘛，佢完全冇嘅。冇嘅好處係咩咧？佢就可以用嚟洗埋啲嬰兒嘅 BB 嘅衫咧都可以，因為平時如果好多漂白劑啊、好多嘅化學劑嘅話咧，如果洗完呢啲衫嘅話，可能我哋啲 BB 嘅肌膚啊，或者嬰兒嘅肌膚就會敏感噶嘛。呢個佢完全都冇嘅。佢仲有咩好處咧？就係有個防噏嘅配方。佢洗完之後咧，平時我哋香港咧好容易潮濕噶嘛，有時洗完啲衫咧，好容易噏噏地噶嘛。佢唔係噶喎，洗完嘅話咧，成件衫咧都比較爽身啲嘅。仲有呢個咧，我都覺得係好好賣點嚟嘅，係活性抗悶因子，即係抗塵蟎喎。你話係咪好正先？仲要係咩咧？嗱，平時我哋買呢個咧，佢裏邊一盒裏邊有30粒㗎啦，每粒咧可以洗到7 kg 嘅衫嘅，即係可以洗到30次啦，30 kg 衫啦。平時市場價係55蚊，而家我哋健康博立價錢100蚊，3盒100蚊3盒，係咪好抵咧？記得嚟選購啦，可以嚟我哋 G21、G22攤位揾我哋浩傑斯。